观众朋友都講過之後，繼續收聽提交國際過去2年之內，大家都討論國際事件的時節，當多人為將重點判斷美國的總統當選人川普，我講到川普的時節，當多分析啦評論就會講到，你係對英國脫離歐盟的公投之後，聽意見幫大家知道意外的國際發展，大家是冇注意到，做乜嘅英國脫離公投，其實你下淨係開始點啥？扮演冇天冇痛到底發展到乜嘅長途咧？所以今日嘅節目提到為大家繞長段，係英國脫離歐盟公投今日又來到你節目現場，談講大學共同行政嘅王沁芷王教授來到你節目現場。老師您好。好，向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謝謝老師再一次來到我們節目的現場。那我剛才用客語跟我們的觀眾稍微介紹了一下，大家在講這個國際發展，最近1個多月都鎖定在川普。可是講到川普，我們都會講到，所以這是在脫歐公投之後第二件讓我們跌破眼鏡的事情。那我就很好奇了，第一副眼鏡還碎在地上，那脫歐公投通過之後，應該是一個開始，怎麼經過這半年多來的發展，看起來像是脫歐公投就結束了，都沒有看到有任何的進展。那究竟我們看到這個新的首相 Theresa May， 她其實10月也講了，就說3月以前會做這個啟動里斯本條約第50條的這些談判，可是這個這麼大的事情，現在已經1月了，卻紋風不動。老師，你怎麼看待這件事情？是，其實去年6月23號的英國脫歐公投在全世界引起非常大震撼，但是相對於當時公投後引起的震撼，其實這過去的幾個月，其實相對的這方面的進展其實是比較比較少這樣的消息。好，那其實英國的首相 Theresa May 他有提到，他說為什麼英國政府目前他沒有提出比較具體的脫歐的計劃？最主要的原因呢，是因為他們還沒有完全準備好，而且他們需要一些時間。然後因為這是畢竟英國脫歐是一個非常大的政治工程，所以他們需要一些足夠的時間，然後讓他們的英國的政府有一些比較具體的脫歐的計劃。但是另外一方面，其實他們也非常強調，其實他們是認為英國政府其實應該要盡快的進行脫歐，因為我們知道如果脫歐不斷的延宕，其實對英國的會增加很多不確定因素，對英國是比較不利的，所以他們也提出了這個計劃表，是定在明年的就是今年的3月底。好，那其實他們有這樣的計劃，其實主要是考量在其實在2020年英國會進行國會大選。那假設他們是在今年3月開始啟動脫歐，如果順利的話，他們可以在2019年3月前完成脫歐。那可以在 Theresa May 他在任期之內，他就可以結束整個脫歐的工程，所以這是他們主要的考量。然後但是您提到說，就是有關這個里斯本條約這50條的部分，那其實這也是在很多人在討論的地方。其實這個條約其實最主要當初它設定的目標呢，其實是希望給會員國多一些時間，就是特別是如果有任何一個會員國，如果他們想要離開歐盟的時候，他們可以有比較充裕的時間可以做準備。那所以它這個里斯本條約裡面有幾個非常重要的重點。那其中第一個就是如果一個會員國它要脫歐的話，它必須根據這個國家自己的憲政條件進行脫歐。比方說在英國的情況，這個就凸顯出一個很大的爭議，是究竟要這個英國首相直接這個啟動脫歐呢，還是說應該要經過英國的議會脫歐？所以這也是變成目前在討論一個就重點。那另外就是里斯本條約50條裡面還有提到，就是有關脫歐的程序，就是如果一旦啟動之後，那在2年內就必須要完成協商。那但是如果沒有完成協商的話呢，這時間還是非常寬容，還可以做延展。但是呢，必須得到27個歐盟會員國同意，所以這其實難度是相當高的。那最後他也提到說，其實整個脫歐過程中，那如果有關任何是涉及英國脫歐事務的重要的會議，英國是不能參加，然後那也凸顯說，其實歐盟的態度其實相對比較強硬。那最後一點就是提到，如果一個會員國如果真的脫離之後，如果他想要重新再加入歐盟的話，其實他跟其他國家一樣，應該要排隊等待。那所以就是里斯本條約50條的內容。其實他當時其實最主要是在2004年，當時歐盟他們有設定一個歐盟憲法，那當時這個憲法後來就胎死腹中沒有通過，然後但是呢，歐盟憲法的一些內容呢，他們就憑裝新酒，後來就變成里斯本條約。那所以這個最主要這個條約這個50條會設立，最主要目的是希望給歐盟會員國一些信心，就是說不用擔心，雖然我們歐盟在制度上做了很多改革，但是如果你最後不滿意，你還是可以離開。那所以他就把這50條這退盟條款，把它放在里斯本條約裡面，是當初設計的主要目標。那他的目的其實也是好的，是剛剛提到說，他希望整個
会员国发球权是放在要退出的那个国家身上，而不是欧盟。对，也可以保障他的一些权利，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英国毕竟加入欧盟也是超过40年，那一旦脱离，有点像连体婴分割，所以其实是牵一发动全身，所以2年的准备时间，其实是还蛮合适的。老师刚才提到很多时间点后，包括我一个一个问。第一个，您讲到说希望在启动谈判的2年之内完成。那如果是照 Theresa May 现在的这个 timetable， 就是3月算是开始，在2019年3月之前要完成吗？这第一个。那第二点，为什么要选这个时间点？我比较好奇说，比方说脱欧是要跟欧盟这么多的这个国家跟他们的元首做谈判，那几个欧盟的这个大国，包括说我们看法国5月要选举了，然后德国紧接着在9月要选举。如果你3月开始，接下来他们会有新的政权，会有新的这个总统，可是你的谈判对象就变了。你刚开始谈的时候，接下来或许这个政党轮替，或许同一个党但是不同的这些元首，那这个时间点的选择，难道有他们特别的用意在吗？因为看起来好像不是这么合适。是，对，的确您刚刚提到，就是在2017年有很多国家要大选，包括像法国啊、德国，那其实他们之前也有做过的考量，包括像英国中央政府，目前也有很多这个官员，他们也提到说，这个对这个时间表提出一些质疑，就特别提到说，到最后你谈判的对象可能不是现在的这个元首。好，但是不过最主要，我相信英国政府他考量的是时间的急迫性，因为在Theresa May 刚上台的时候，他就英国的脱欧计划做出一个愿景的这个说明。那主要他强调，就刚刚我提到说，一方面他希望大家不要给他们太多压力，因为毕竟这是一个很大的计划，他们需要一些时间来凝聚这个政府的共识，还有包括做一些准备。所以，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们最重视的是，他们希望不要给外界这个太多不确定性，包括像这个英国的经济也受到了这个脱欧的影响，还包括英镑也就跌了最近几10年最新低点。所以，如果这个不确定一旦不断延续下去，可能会造成企业的出走，然后对英国经济是一个大打击。那同时包括欧盟，还有包括全世界都会有些影响，所以他们是对这个议题是相当急迫的，所以希望说能够尽速脱欧。但当然，实际上不能说马上这个刚刚提到说6月这个脱欧公投过之后，可能就7月就开始这个谈判，那没有办法那么快。然后，但是他们也希望说，在一个合理的情况下，那就是在3月底之前。那我想他最主要考量就刚刚提到说，可能是跟2020年的国会大选有关。所以他希望说，在他这个任内就赶快把这个脱欧这个协商完成，要不然如果再跨这个英国国会大选，会更添很多变数。虽然我们一直讲 Theresa May， 但其实这件任务他也把它交办出去。他选了一位这个脱欧的大臣叫 David Davis。David Davis 他是一位怎么样的角色？那目前这么长时间以来，他究竟在脱欧上推进了哪些进程？是。好，那其实Theresa May 会选这个英国的这个 David Davis 担任脱欧大臣，其实是有他主要的考量。因为其实 David Davis 其实在英国政坛，其实他已经这个发展就非常久，就超过这个30年。那他之前比较著名是他曾经在2001还有2005年，他曾经竞选保守党的党魁。那当时虽然这个落败，但是他在英国的保守党其实有非常高的人气。那同时他在1994到97年，他曾经担任每一届的这个对欧事务大臣。所以他对欧洲事务是相当的娴熟。那还有另外就是他在2003到2008是担任英国影子内阁的内政大臣，所以他表现也非常好。那另外呢，就是他非常特别，就是说他的对欧政策的立场是非常鲜明，他是一个明显的这个强硬派，他希望能够脱欧。那我们知道这个 Theresa May 这次他这个虽然在竞选在公投过程中 Theresa May 他的立场是希望留欧，但是呢最后既然这个结果是脱，所以他势必须要选一个是立场非常鲜明的强硬派，脱欧强硬派，这样才能够安抚这个英国国内有关这个对脱欧的一些这个争议。那其实David Davis 他在英国的政坛有一个绰号叫做反对先生，好，那就是他对欧事务上其实非常的强硬，所以这也是他会受到的青睐的其中一个原因。那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其实他非常的特立独行，而且他非常忠于自己的想法，那常不会为政治妥协，那这也是他一个常被人所称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个人因素。OK。老师，我们讲一个就是比较 practical、比较实际层面的问题，就是说我们那时候在大概2个月前，我们透过媒体报道发现说，英国的有一份内阁的备忘录被流了出来，那里面有一些这些实际在公务体系里面人的抱怨，包括说他们就讲到，他们现在为了脱欧，工作量早就超过原本的负荷，然后他们在预估上觉得说，
为了脱欧这件事情，至少要多增聘3万个人力，公务体系的人力才有办法应付这么大。老实讲，这是一个这么大的工程嘛。那可是我们去看现在在英国公务体系里面的这些编制，大概40万人是有史以来2战以来最低的。所以其实压一个这么紧的时间，大家都觉得怎么都没做什么事情。其实他们是一直在做事情，但是没有对外，或者是我们没有看到做了哪些事情，是因为人力根本不够。那3月份这个 deadline 眼看就在眼前，不到2个月就要到了，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任务。对对，您刚提到说那个政府的有关脱欧计划的文献的外泄，那其实也非常有意思。其实它是有一个英国的顾问公司这个流露出来，然后但是呢，它这个资料流露出去之后，其实英国政府还包括那个顾问公司本身，其实他们都否认这个计划其实是跟政府有任何的关系，那是他们官方的说法。那不过这也凸显说，其实长期以来，特别是英国脱欧之后，其实他们的英国文官体系，其实包括很多资深的关系，他们也站出来表态说，这个英国脱欧公投，因为政府缺少明显的方向感，其实对他们来说就带来很大压力。那还有包括就是他们也对 Theresa May 的这个领导风格提出质疑，说好像在整个脱欧过程中，他们所提出一些文官，因为我们知道英国是文官中立的传统是非常重要，那他们提出的建议其实好像都并没有被这个尊重，然后所以这也是造成这一次的他们的这个脱欧这代表后来就辞职的其中一个原因，因为他其实在辞职之前的这个前几个月，他已经对这个英国的中央政府提出很多的一些建言，然后这个就希望说不要太过躁进，就刚刚您提到说就今年是有很多这个法国、德国大选的时期，所以不宜马上就进行脱欧。那他提出这样的这个质疑，但是好像并没有被采纳，因为老师这个你讲到他请辞 Evan Rogers， 那这个时间点请辞，岂不是对英国要启动脱欧3月就要启动这件事情一个很大的打击？那另外有一说是，会不会他其实就是像你讲的，他的立场其实跟 Theresa May 有很大的差异，他会不会是被弄走的？是好，这个我就可能就实际的情况可能不得而知。不过从这个 Rogers 他自己的辞职信来讲，来看出来，其实他对英国中央政府，特别是 Theresa May 的脱欧真的其实是非常不满意的。然后他用很多比较措辞强烈，比方说混乱的思考，然后来形容。那其实就一般来说，我们对英国文官的印象是说，其实他们是政治中立，然后他们不会去这个违逆这个，比方说英国这个政府首长的这个政策，因为他们应该是执行它，而不是反对它。那所以这是算非常特别的案例。那也因为您刚刚说，就是其实他这次辞职刚好是在脱欧之前，所以其实对整个因为他是驻欧盟大使，对，会引起你是一个前线的这个战士，结果你先有一点弃械逃跑的感觉。对，但是我觉得他最关键的地方是在于我觉得他的政策理念其实跟英国中央政府 Theresa May 政府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他选择这个时间点离去，其实是就像他辞职信上面写的，我觉得是还蛮有道理。因为其实，在3月如果假设英国要正式脱欧，那他的立场又是跟梅政府相左的话，那其实会对他没有办法完成这个任务，所以他说那我就干脆就是在脱欧之前，那我就这个结束这个工作。那刚刚提到说，因为英国文官中立的传统很少，英国的这个文官在卸任的时候会写这种公开的辞职信，那等于是好像对你的长官去做一个这个抗议，其实非常非常少。所以这一次他的这个辞职动作也被誉为是英国这个过几百年来的就是有关英国文官还有包括政务官和文官之间的分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可以算一个可以观察的个案。有那天我看 Time、Guardian 都把这件事情放在头版。那谢谢老师在上半场的说明。你下半场其實的慣性，其實撒好了有動作挑戰，但您經過了面對，預計嚟講，記得咧最國發展，讓這盤嘅係咩？佢嘅供條做得上個國際嘅電視機，你深入一下其實的關係。跟大家过去把转到讨论的现状，然后刚才你看到，老师如果要看这个其他的问题之前，我想稍微补问一个问题，关于刚才 Rogers 的，就是是不是他的辞职代表现在英国大家期待透过协商、透过讨论来完成脱欧这个手续的可能性又在降低了，然后因此导向英国可能要硬脱欧？那
相对于硬脱欧就是软脱欧，那这两者的差别对英国跟对欧盟来讲会有哪一些影响？是。那不过其实事实上，英国的美意政府其实他在这个继任首相履新的时候，他就非常清楚的讲过，他说其实我的政策呢，其实就没有硬脱欧，也没有软脱欧，因为脱欧就是脱欧，所以他是非常有名的。Brexit is Brexit。对，但是有人就开玩笑，那请问脱欧就是脱欧是什么意思？好，那最后就很难去诠释。好，那不过现在目前其实英国陷入非常尴尬的情况，我觉得当最后的情况，最后的虽然刚刚提到说美意政府他强调没有硬脱软，可是我觉得他势必要在这两者之间做一个抉择。那其实目前欧盟的态度是非常强硬的，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欧盟目前它也面临到，其实有些欧盟国家里面的政党其实也提出想要脱欧公投的诉求，所以他们对处理英国这个案件会相当的谨慎，他会希望不要给英国太多的让利，以免让其他欧盟国家可能会起而效尤，要离开欧盟。所以目前在这个英国脱欧公投之后，其实欧盟的不管是欧盟本身，还有包括欧盟的重要会员国，其实他们对英国的立场，这个协商立场都是非常强硬派的这种立场。那所以对未来的协商，其实是我觉得他要拿到什么好处，我觉得其实相对是比较不容易的。Okay. 这是这个原因。那另外在讨论的过程当中，我们也看过，除了这些政治层面之外，在法的层面，高等法院在11月3号判定说，政府启动脱欧不能绕过国会。就 Theresa May 政府当然也很不乐见这样结果，他就在上诉到最高法院。那现在最高法院的判决还没有公布，可是我们想要了解说，在大法官做出决定之前，究竟国会在英国能不能对于公投的结果行使否决权？是，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问题。那其实这一次的英国脱欧，其实有人说好像变成一个英国民主的内战，因为我们知道英国是一个民主老牌的国家，也享有这个民主母国的美誉。那可是这一次呢，英国脱欧公投居然会凸显出这个包括像行政权、立法权之间的冲突，还有包括这个司法权，这是不是可以解释这个英国这个行政权的这个滥用？那所以出现很多非常这个有意思的争辩。好，那我就分几个层面来说。那首先第一个就是刚刚提到说，这个英国议会究竟是不是如果要脱欧，是不是一定要经过英国议会？那根据现在的高等法院的这个解释，是必须要经过英国议会。他说这是大家都忽略一个重要的宪政原则。那我们知道，其实英国在历史上，在1688年光荣革命的时候，他们就建立了所谓这个全世界最早的立宪君主制的国家。那这个立宪君主制的意思是指说，在君主的权利，还有英国的上议院和下议院的这个权利，他们彼此是共同分享的。所以君主他没有办法有这个100%的权利，所以他必须这个服膺于宪法。好，所以在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那英国的议会就享有最高的主权，这是叫所谓的议会主权原则。那特别是在19世纪，有一位英国的宪法学家黛西，他之前写过一本书叫做《宪法》，他就提到，这英国虽然是不成文宪法国家，没有成文化的法典勾勒出英国的主权所在，但是英国的主权就是议会主权。那讲比较白话一点，就是说英国人常常自己开玩笑说，在英国，他说英国的议会权力最大，因为他除了不能把男人变女人，把女人变男人之外，他什么都可以做，因为英国议会通过的法律就是英国最高的法律。好，那所以英国议会还是享有最主要的权利。那特别是在英国脱欧之前，其实他们在辩论的时候，他们就提到说，其实英国脱离欧盟其中最主要一个原因是希望拿回英国议会的主权。所以这一次英国的首相梅伊他想绕过议会，然后直接使用皇家特权进行脱欧，这就引起很多人的批评，说你不是要拿回议会主权吗？你怎么反而是绕过议会呢？对，但是在这个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有它的道理，是因为其实英国呢，其实刚刚提到说是立宪君主的国家，然后但是很特别的一个例外，就是其实到目前为止，英国首相手中他有掌握一个叫所谓的皇家特权，那这个特权是可以不用绕过议会的。好，但是皇家特权的这可以使用范围有多少，它是一个模糊的空间，所以会造成在长期以来，其实很多的英国首相可能会利用这个皇家特权就滥用它，变成一个行政权的烟幕弹，然后它其实是不应该这样子使用，可是它却这样使用，包括像之前的加宝柴切尔，还包括布莱尔或是卡梅隆，他们其实曾经都有使用过这个皇家特权，在出现争议的情况，那当时他们的高等法院也有去做解释，就解释说这个案例你是不是可以使用。好，那包括像我们记得像这个包括像之前前任布莱尔和卡麦隆，后来他们也提认到这个政治现实，就是说这个皇家特权，它其实事实上它虽然是
就宪政上来讲，它其实可以绕过国会，但是我们现在的政治实权其实是在英国议会身上，所以你应该要尊重英国议会的这个表决。所以他们在使用的时候，他们都虽然说理论上是不需要绕过议会，但是他们还是把这个提案进入议会去做辩论，包括像之前这个布莱尔要攻打这个伊拉克、阿富汗，还有包括卡麦隆要轰炸叙利亚，他们都可以使用皇家特权，可以绕过议会。可是但是他们还反而是在英国议会提案，然后英国议会通过之后，他们才马上进行出兵。那所以这是非常特别的地方，就是说，其实最近几十年，英国的宪政有这样的一个特色，就是皇家特权使用虽然是无限的，但是它也受限，因为这些政治人物他们感受到，就是皇家特权其实不应该成为一个滥用，不应该成为行政权的这个烟雾弹，所以反而他们还是宁可就自治，把这个在行使重要权利，包括像英国通过这么重要权利的时候，其实你应该主动在英国议会提案，然后辩论通过之后，然后你才去做，这样是比较能够符合这个民主的精神的。但是话说回来，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英国是一个不成文宪法的国家，他们很多的重要的宪政原则是一个宪政惯例，好，所以没有行诸文字，没有白纸黑字，所以只能用就心去体会，所以这也是常会造成很多争议的地方。那不过刚刚提到说，在1月最高法院会针对这个部分去做释宪，那最后结果不管怎么样，其实最后的决定权还是在英国议会，因为假设最高法院结果他觉得不能绕过议会，对，他如果不能绕过议会的话，那这个英国首相他可以听从这个解释，他也可以不听从。对，那当然，所以那个最高法院的最后判决是没有约束力，没有约束力的。而且到最后呢，其实英国的议会也可以通过法律，甚至可以废止这个英国这个皇家的特权。所以到最后，英国的议会其实权力还是最大的。好，那所以就凸显出这个重要的宪政原则。那另外一个，我们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也会觉得很吊诡的地方，就是现在也传出一些意见，有没有可能纵使英国的民众透过直接的这个公投的方式表达他们的民意？那现在，如果是老实讲说，透过议会民主，我们透过国会议员，他最后否决了公投的直接民意，有可能这样的状况会产生吗？就是公投过了又怎么样？那我在英国到最后是我不脱欧了。是，好，这也是英国现在也没说我们俗称叫英国民主内战的其中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公投的结果是不是具有拘束力？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听从公投的结果？好，那其实根据这一次他们在英国脱欧公投之前他们的协商，英国政府的这个有关这个公投的这个法案，其实他们上面并没有出现这个公投具有拘束力的文字，所以简单来说，就是公投是即使投完之后，它是完全没有法律拘束力的，所以那只是公投的结果，它是把这个很具争议性的议题，然后问信于民。那最后的结果是给英国政府，还有包括给英国议会参考。因为刚刚提到说，所有英国法律最后还是必须由英国议会通过，所以到最后还是能不能通过，其实还是要看英国议会的这个最后的结果。那但是很特别，就是英国在6月23号去年，他们是英国人民是选择脱欧，但是英国议会大部分的议员其实他们是支持留欧，所以出现说这个代议士还有像一般人民他的想法是不一致的，那究竟应该听谁的？那这也是长期来在代议民主里面的一个辩论，说究竟我们选出这个代议士是应该听命选民吗？还是说他应该听命于他自己的政治判断、和自己的政治良知、和自己的专业？所以这两者其实都说得通的。好，那所以就变成说，现在英国这个议会的议员其实他们也很矛盾，因为一方面他们不想要违逆英国选民的这种决议，那假设他如果最后在重要的这个投票的时候，如果英国的议会议员如果他这个违反选民的程度，如果他那个选区是支持要脱欧，反而他提出是留欧的话，那有点像政治自杀。那他下次在选举可能就选不上，因为他不会受到选民的支持。然后，但是对议员本身来讲，究竟你成为一个中央政府的议员，你应该是遵从自己的良心、自己的政治判断，那是不是比较重要？其实是在英国代议历史里面是最经典的一个辩论。那目前没有一个解答。那不过有一派说法是说，认为其实英国议会的议员其实应该是倾听自己的良心。可是老师就这样的论点，我直接听到的第一个反应是，这岂不是变成是代议民主否决了直接民主，或者是更白话，或者是我们不乐见，就是精英政治凌驾了庶民政治。是好，其实民主其实本身，或许我们可以比较轻松点用一种比较宽广的角度来看，因为其实代议民主本身其实它是代议民主为主，然后直接民主为辅，所以它不是，因为英国长期以来它不是一个直接民主国家，因为英国其实历史上呢，目前他们在2次大战之后，其实也只有3次的公投，那大部分的英国
这个政府，其实他们对使用公投是非常谨慎的。那所以当然公投是好的，因为它可以反映民意，是最真实的反应。但是呢，它有它的局限。那就像水可载舟，亦可覆舟。那所以它其实只是一个补充救济民主不足的一个制度，它也不是一个理想的民主制度。那我相信对英国这个民主运作这么多年来说，这其实他们最主要还是这个代议的民主国家。所以英国常有很多选民他们会提到，他说这次这个公投结果它只是辅助，只是参考，只是咨询，因为我们英国是一个代议民主的国家，所以一切都必须回归到议会，回归到议会通过的法律，好，这个才是重要的。好，那这个您刚刚提到说会不会变成好像精英政治，然后这个凌驾庶民对。不过代议这个英国代议民主，它理论上其实就是选出代议士，然后代替我们行使权利。对，所以他刚刚提到说，他有可能是反映全民心声，有可能也是他自己判断对国家来说最好选择，就是我们把权力交付给别人，而不是我们自己行使。所以这是代议民主的形式，它不是直接民主，它是代议民主。可是那这2天我们有听到另外一个名词是这个说Great Repeal Bill 大废除。